Alan 開咗間火鍋店，開業初期生意非常火爆，日日排長龍，店內幾乎場場爆滿。但好景不長，冇過幾耐，客流開始急跌，生意一落千丈。Alan 急到不得了，佢試過減價、派傳單、做優惠，但效果都唔明顯。後來佢開始研究大量互聯網行銷同商業模式，結果真係俾佢諗到一條方法，令火鍋店重新爆紅。佢推出一個活動，只要9.9元就送50份價值128元羊肉，仲送2000元現金。消息一出，成條街即刻轟動，路過嘅人全部停低圍觀。好多客人第一反應都係：呢個老闆係咪瘋咗？咁樣做唔怕蝕到執笠？但其實Alan 根本冇蝕，反而賺得更多，因為所謂價值128元羊肉，實際成本其實只係大概30蚊。而火鍋店真正最賺錢嘅，從來都唔係羊肉，而係鍋底、配菜、飲品同回頭率。活動規定，每次嚟食火鍋，只可以兌換1份羊肉，即係代表客人每次返嚟，一定要開鍋底。一個58蚊鍋底，成本其實只係20蚊左右。而且食火鍋，客人又點可能只食1份羊肉？通常都會加牛肉、叫丸類、點蔬菜、飲啤酒。所以即使送咗羊肉，單鍋底同其他菜品已經有利潤，但真正高明嘅地方仲喺後面，就係送2000元現金。聽落好似好誇張，但條件其實係顧客必須將50份羊肉全部食完，先可以拎到2000蚊，即係代表顧客至少返嚟50次。如果平均每次消費200蚊，50次其實等於消費超過1萬蚊，而送2000蚊現金，其實只係全程打8折，但對顧客心理感受就完全唔同。因為人性最有趣嘅地方係，大家未必一定鍾意便宜，但一定鍾意覺得自己賺到。結果 Alan 火鍋店重新爆場，客人不停回頭，生意越做越旺。其實真正厲害嘅行銷，從來唔係單純減價，而係設計人性。行銷就是如此簡單。曾經講過，客戶消費很多時唔係因為產品平，而係因為佢覺得自己佔到便宜。所以做生意真正關鍵係懂得抓住人性，設計回扣，刺激消費心理。因為當你開始理解人點解願意花錢，生意先會真正開始變得容易。